層出不窮。我只係忙到理唔到咁多嘢啫。唔想俾人呃，就要學識點去防範騙徒。防騙第一招：致電銀行官方熱線核實。收到可疑電話，可以喺銀行官網或者銀行卡揾到銀行官方熱線，打過去問清楚，而唔係打返去不知名嘅電話號碼。防騙第二招：唔好透過電話提供個人戶口資料。銀行職員係一定唔會要求你喺電話入邊提供個人戶口資料。防騙第三招：唔好亂撳啲 link。根據保障消費者防詐騙約章，銀行業界係唔會透過短信或電郵發送超連結要求客戶喺網上提供個人同信用卡資料。唔好因為太忙就掉以輕心啊！仲有幾種針對假銀行直銷嘅電騙類型。銀行公會提提你，學識防騙攻略，免招損失有保障。